中有真侪代志咧发生，咱嘛特别爱为着咱的国家来求平安。其实咱的国家嘛是踮伫一个国外来看是一个真危险的环境。伫所有世界局势当中，其实拢看即个台湾呢，其实是一个较危险的即个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地区。所以特别爱伫上帝面前求上帝亲自来看顾，就亲像咱顶礼拜同齐组织伫台南圣教会，为着咱的国家来守望祈祷。伫圣灵降临在即个祈祷，其实上重要一点，就是为着咱的国家求上帝的同在，求上帝来建立咱的教会。伫高敏弟牧师伫当中所分享的，其实高敏弟牧师伊特别强调一件代志，就是伫国家当中，教会一定爱强盛，教会一定爱强盛，因为教会是一个国家的大导者，教会是一个国家的祭司，教会会当透过祈祷来支持一个国家的成长。所以咱特别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为着规个教会来祈祷，咱求上帝来看顾、来带领，互咱的国家借着咱的祈祷，会当伫上帝手中有保护，伫上帝手中受到上帝全然的看顾，嘛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互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会当来支持咱的国家，会当来为全心全力为着咱的国家来守望的大导者。咱就特别伫即个时阵，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着咱的国家来求平安，求上帝稳定同在。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听堂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稳定听堂充满伫阮当中，特别充满伫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你伫即个世上借着上帝你的门徒来设立教会，借着这个教会会当伫即个世界来看见上帝你伫即个世代当中，你想要成就即个美好的荣耀，想要成就即个大能的稳定，拢借着教会要来成就。所以，上帝，阮特别来到你面前，阮要恳求你，借着教会伫即个世代当中，搁一摆来成做上帝你手中的器具，搁一摆会当伫即个世代当中去看见即个国家的需要，并且会当借着教会的能力来帮衬，借着教会的能力来守望。上帝啊，阮特别来恳求你，求你亲自引带带领，伫规个国家当中，阮看到伫即个世界局势，其实有真济真容易发生战争的即个状况。但是主，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阮伫你的内面有盼望，因为阮相信上帝你看顾阮，上帝你保护阮。求你的引带教会，互教会知影怎样来祈祷，互教会知影怎样伫即个世间来实行拯救，来实行上帝你奇妙的救恩，将上帝你的大能的同在，你的救恩，你的福音会当传到伫世界逐角落，传到伫即个国家每一个百姓人民的活命当中，怎互阮的活命就伫你的内面受更新、受引带，互阮就知影教会会当怎样伫阮所徛起的所在，会当成做世间人的祝福，会当成做周围百姓的祝福。主求你亲自就伫阮活命当中来引带、来带领阮。阮感谢你，恳求祈祷，感谢主。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仰望你，仰望上帝你引带，仰望上帝你的带领，因为阮知影伫即个世界有真济代志咧发生。有一寡所在发生战争，有一寡所在发生天灾，有一寡所在嘛发生一寡意外。所以阮真正毋知影靠着人的手，阮会当做啥物。但是阮知影上帝你伫当中，你咧看顾，你咧引带。主啊，求你，就伫亲自伫阮的活命当中引带阮，互阮知影要怎样借着祈祷来甲你做伙同工。互阮真正知影要怎样会当透过祈祷守望，会当将上帝你的同在，将上帝你的国、你大能的荣耀，会当显明伫即个世代，显明伫阮的国家当中。
主啊，求你亲自的引带带领伫阮活命当中，特别伫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要来成做即个世代当中美好的见证。求你的引带的带领，互阮伫当中同齐经历上帝你的同在，同齐对即个世界来宣告：耶和华是阮的主，是全地的主。阮仰望你，恳求你亲自带领伫阮活命当中每一个时刻，赏赐互阮伫心内面有全然的平安。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这是咱特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咱今仔日的主日崇拜。咱请好，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1点将伫教会3楼召开6月份执事会以及小散会议，请执事甲着小散委员注意时间出席会议。第二，6月20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三，6月21暗时7点半，学青国歌小组聚会，邀请校园团体嘉义传道来分享主题。主题是无共角度看世界，分享贫穷、战争甲着社会议题。地点是伫教会5楼，欢迎兄弟邀请青年参加。第四，6月22主日崇拜，公山圣教会林德荣传道将莅临本会进行建堂劝募，敬请兄弟有备心奉献，并为公山圣教会建堂事工守望代祷。第五，8月7日至12日举办南部教区信徒灵修会，主题是活着是啥物，做啥物。讲员是廖伟立生牧师，地点是伫三拉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大饭店。费用甲着活动详情，请参阅公布栏，请向各小组长报名。会情了交互办公室。报名截止的日子是7月7日。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二乐请敬拜团。这大家平安。咱来甲咱的厝边隔壁笑一个讲，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哈利路亚！昨昏参加一个宴席，其实，伊讲190人，就是精英酒店19桌才190人，伊就感觉讲，哇，迄个有这个时刻会当坐社会，来自国外啦、东南西北来这些亲戚朋友，因就一再的感谢哈。你有感觉讲，咱来到上帝殿中，也毋是偶然的。吼，也是真正是会当看到你会当真的欢喜，因为有人要来，有人想要来，身体欠歹，伊就袂当到遮来。亲像牧师嘛，李月姐，我拢有看到伊今仔伊讲身体，我问遐个招待人员讲安尼，所以咱有着咱会当来到上帝殿中，会献出满满的感谢。哇，来智慧的吟诗，知道向你欢呼，那民是有福的。有气息，当伫上帝殿中来三角吟，就何等的欢喜，哈利路亚。你殿中，阿乐敬拜。
你殿中一日，念你殿中一日，看也百位千里，心河定甘甜。仰望你的影面，听叹你的声音，我的主来临。耶稣，耶稣，圣洁的幽歌，耶稣，一生敬拜你。来呼唤耶稣，耶稣，耶稣，圣洁的幽歌，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哈利路亚，上帝是，一生活着有气息的时阵，当时要伫你面前来学乐甲称谢，感谢上帝，阮对你唱出爱的歌。我要学了你的听，令我无白换。讲起你奇妙作为，万民的敬畏。我
情伤你会听，快乐在心内。因捌你天命伟大，心安稳自在。我袂少念你的疼，全由你同在。为着你荣耀生命，真光带阮行。阮拢尊叹你的你，声望才见你。旁边无阮来比，心命更为是。好，我袂传扬主的名，保守到永远。少年的我做事予人，一生就灿烂。咱再先来祈祷，咱再先来祈祷。感谢我的主，感谢你。要看阮的软弱，主啊是稳定已经临，要伫你面前徛起。哦，巴拉西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主，你用阳光来光照阮的心，让阮有圣洁的画面，通甲你做伙徛起。多谢耶稣基督救赎的保护。啊！你稳定的门已经拍开，哦，主啊，主啊，因着你人生就灿烂，因着你，阮得到丰盛的画面，因着你，阮的行道有你的扶持甲眷顾，阮的脚步有你的引带，着应当拢会当行伫正路内面。阮要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感谢你。阮伫遮你殿中献上阮的满满的感谢，多谢你的阳光照着阮的心，好，多谢你的笑面帮助阮。阮要学了你的名，永远无变换，讲起你奇妙作为，万民着敬畏。哈利路亚！我要感谢你的疼，做你的君我，手起你恩典遮大，一生予你传。主的宣扬你公义，全地当声你。天台线路最坚强，你懂我的心。我要找求你主爱，明白大自在。稳定的门已经开，错过一天开。我要承受你的疼，快乐在心内。哈利路亚，因捌你原定伟大。是的，主，心安稳自在，安稳自在。我要想念你的爱，愿着你同在。为着你荣耀生命，真光带阮行。尊荣尊叹你的你，声望才见你。哈利路亚，旁边无阮来去，心
圣灵有你，三位一体上帝伫阮的内面，人生就丰盛。感谢主，哈利路亚！阮所唱的，就是阮所相信的。阿门。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收赎。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伊实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守。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的话，伊一意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耶稣是我的。舍己将永远我命来收赎。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伊实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守，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的话，伊一意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心靠伊。主，阮相信来到上帝你的面前，踮伫上帝你的殿中，阮经历对你所来上天的平安、上天的喜乐，
是这个世界所袂当互阮的，是阮独独会当对你来得到这个阳光，对你来得到这个活命的稳定。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仰望你，因为阮相信你是阮的主，你为阮写了你家己，你为阮差派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为的是要互阮搁一摆得到一个全新的活命，得到一个为你来活的活命。主啊，求你来引带阮，互阮的活命会当专心来信靠你，专心来仰望你。专心用阮的一生，要来回应上帝你的疼痛，回应上帝你的呼召，互阮的一生为你来活，为你来做见证，互阮的活命就伫这个世间，要来显明上帝你大能的阳光。主啊，阮仰望你，求你赐福互阮，赐福互你的教会，互阮活命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会当同齐自执，同齐努力。跟对你来行，愿仰望你，愿你的平安、你的疼痛显明伫阮当中。愿仰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正做咱信仰的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利岛林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后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继续，咱来读上帝话，客约文。我客兄弟用和三甲来，祝你世世代代做阮的居所。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通到80岁。求你指教阮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求你互阮早早把得你的慈爱。愿你的作为用你的仆人来显现，愿主愿上帝用美归伫阮的身上，愿你建立阮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阿门。下面时间请赵伟传道敬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甲引带，互咱同齐搁一摆会当来到伫上帝的殿中，咱真平安会当搁一摆来敬拜咱的上帝。此时请咱继续，咱要借着听道，咱要做伙来敬拜。请咱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就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0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28节。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28节的经文，显着请咱着同心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咱做伙来读，请。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阵，伫路上有12门徒带到一边，对因讲：看哪，咱上耶路撒冷去，恁主要受交予祭司长甲文士，因要定伊的死罪，搁交予外邦人，将伊迄人鞭拍，钉伫十字架顶。第3日，伊要告我。迄时，西比泰的囝的母亲同伊2个囝进前来拜耶稣，求伊一件代志。耶稣讲：你爱啥物呢？伊讲：愿你叫我这2个囝伫你的国内面，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耶稣回答讲：恁毋知影所求的是啥物？我将要啉的杯，恁会当啉吗？因讲：阮会当。耶稣讲：我所啉的杯，恁的确爱啉，只是坐伫我的左右，毋是我会当事的，乃是我的爸为虾米人有庇的，就赐予虾米人。迄10个门徒听见，就想起迄个兄弟2个人。耶稣叫了因来，讲：恁知影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因。有大神超权管辖因，只是伫恁中间毋通安尼。恁中间啥物人愿意做大，就要做恁的用人；啥物人愿意为首，就要做恁的仆人。正亲像恁主来，毋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免。咱圣经读到遮，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仰望你，仰望上帝你的引带甲带领，你的话语踮伫阮的心内，互阮每一摆借着上帝你话语的教导，每一摆阮拢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上帝你引带。耶稣的门徒伫迄个世代面对虾米款的状况？伫即马即时，阮犹原伫即个阮的世代当中面对同款的状况。主，阮求你亲自来引带阮，来带领阮，互阮知影，阮会当坚心相信，阮所追求的是啥物？互阮会当坚心相信，阮所仰望的，阮所跟对的是迄位救主耶稣基督。阮一生要对你来行，愿你就亲自借着上帝你的话语来引带、来带领阮，互阮的一生活伫上帝你的阳光内面。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分享伫马太福音的经文，咱伫即个我咧讲到的即个耶稣的门徒班的即个讲道当中，今日是分享到第10课。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题目是真门徒的荣耀。什么是门徒真正的荣耀呢？什么是咱一生所要追求的即个荣耀呢？今仔日咱要借着即个荣耀，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平常时，咱若想到荣耀，想到伫即个人活命当中的阳光，咱会想到啥物呢？可能有一寡人会想到讲，对，我会当得到一个真水的一只车哦，即只车吼会当显出我若驶即只车出去吼，会当互人看见，会当显出讲哦，我是一个真有地位的人，我是一个真互人会当看到真伫即个世界当中真出名的人。有一个人会看到讲哦，我想要有一栋豪宅，我想要住伫一间真水的厝当中，邀请真侪人来到伫阮兜，互咱看到讲哦。恁兜真正水呢，恁兜真正足宽呢，我就感觉讲哦，我真正是足厉害，我伫活命当中有真大的荣光。有一个人想要徛伫台仔顶，想要来伫当中，甚至是做一个即种掌权的人，会当伫即世代当中会当发出命令，就有人会当听我的声音。有一个人想要追求的是即个舞台的即个掌声。
想讲哦，我徛伫即个台仔顶，我若表演，我若演出，有一寡人就伫下面下骹伫遐拍谱啊，伫遐欢呼，我就知影讲哦，我是一个真受欢迎的人。有一寡人伫即个社群媒体当中，就特别咧经营者的社群媒体，就是为着要安怎追求真侪人伫伊的粉丝页甲伊按赞，真侪人咧甲伊啥物订阅、追踪、分享。有一寡人就是咧追求一寡受人伫当中注意到，伊是一个真厉害的人。有一寡人就是用遮个代志来显明讲，我是一个真有阳光的人。伫即个世代当中，即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要互咱看见，无毋对，恁遮的人，就是要来诚做安那，就是要来诚做一个互人看见的，就是要来诚做互人看见。世界的价值观的荣耀，世界的价值观要说明的即个荣耀，第一个就是想要互人看见，想要互人看见，想要徛伫舞台顶面，想要看伫即个聚光灯、镁光灯的焦点，就是要互人看到讲，即个人真厉害。世界价值观的荣耀，阁是要受人的尊敬，想要爬到一个真悬的位置当中，就互人看到讲哦。因为即个人真厉害，我就想要安怎尊敬伊。我就是即个世界一直拢往即个方面来行。咱的价值观，咱的信用，其实是甲即个世界是完全倒并的。咱的信用的价值观，甲即个世界是完全倒并的。进前，即2礼拜有一个新闻讲到安怎，讲到有一个高中毕业生，伊就是安怎，伊就录取即个4间的医学院的即个医学系吼，伊就伫当中网络当中就安怎，就来抛出讲哦，伊得到即个4间的医学系，所以伊得到即个医学系，但是呢，伊就公开伊的学习历程，就是因咧推甄入学因拢准备即个学习历程。伊就抛出即个学习历程，就互人掠包讲安那哦，伊学习历程吼有一寡物件是假的啦。伊原本吼伊可能就是伊去参加迄个辩论的比赛，就原本伊就是敢若是迄场比赛当中互人选出来是一个安那，迄场比赛当中的真优秀辩士。但是呢，伊就家己甲即个学习历程改做安那，改做最佳辩士。优秀的当有几啊个，但是安那，但是最佳的敢若有一个尔，所以伊就偷改即个，就互人发现，就互伊原本录取伊的即个4间学校，就安那，就因为即件代志，就将伊的录取的名额甲伊取消。所以伫即件代志会当看到讲，为虾米即个高中生，伊是一个真有能力、真有聪明智慧的人，所以伊较会当考调即个医学系。但是为虾米伊将伊的聪明放伫即个所在？讲我想要安那，我想要偷改我的学习历程，为着是要安那，为着是要会当得到更较悬的位置，为着是要得到一个更较大的荣耀。所以，这互咱看到一件代志，伫即摆的世界当中，世间人会当为着得到荣耀，会当安那，会当讲是不择手段。用一寡无正确的方式，就是要来安那，要来得到即个荣耀，就亲像考试作弊，就亲像有一寡代志安那去甲人，亲像选举的时阵去甲人抹黑，去甲人讲哦，即个人讲伊完全无做的代志，但是就讲哦伊有做，所以就互伊无票，就亲像即款的代志，互人知影讲哦，原来即个世界。就是为着要追求即个荣耀，人愿意做甲安尼。所以咱爱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咱来思考耶稣第3。今仔日伫当中来分享到耶稣甲遮个门徒来分享，伊要上十字架进前。但是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伊第3摆甲门徒有个讲，伊就要上十字架。但是门徒的反应，甲咱所想的无共款。伊想要将因有缘想要安那，因
遮个门徒想要追求的代志是讲，哦，当耶稣将来吼，成做一个建立一个国家，耶稣成做一个国王的时阵，我会当坐伫耶稣的正边，坐伫耶稣的道边。遮个门徒咧想的嘛是安尼，想要爬到一个较悬的位置，因一直咧计划着未来受到家己的荣耀，计划着未来受到家己的荣耀。所以，咱着对今仔日的经文，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是，耶稣第3摆有讲，伊家己将要受死。伫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19节的经文，伫当中，耶稣就要上耶路撒冷去，是伊要入来到耶路撒冷进前，伊带门徒伫路上，伊就伫当中将将遮个门徒带到一边来对因讲遮个话。伫圣经当中，拢总伫马太福音当中，拢总记载有3摆，耶稣有讲伊要上十字架，但是门徒的反应拢无啥共款。咱着先来看，第1摆耶稣有伊家己要上十字架伫什么时阵呢？就是嘛，进前咱讲道捌讲过。伫马太福音16节当中，马太福音16节，迄个时阵是耶稣咧问彼得讲安那，讲你讲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讲安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就伫迄个时阵，耶稣讲我要将教会建立伫我的磐石顶面，我要将天国的权柄来赐予教会。所以伫迄个时阵，耶稣就讲安那，讲门徒将要建立教会。所以我要将安那将天国的权柄来束缚门徒，束缚遮个教会，要叫恁伫地上所捆绑的，伫天顶嘛捆绑；伫地上所偷绑的，伫天顶嘛偷绑。伫即个时阵，耶稣讲了遮个话，伊就对门徒讲安那，对安尼，伊较来指示门徒，伊要上耶路撒冷去，受到长老、祭司长、文士真济的苦，并且受抬第3日过活。这是耶稣第1摆有讲，伊要上十字架。迄个时阵，门徒的反应是啥物呢？彼得就扭调耶稣，伊就劝伊讲安那，主啊，万毋通安尼。伊就讲，主啊，这毋是阮的国王要做的代志。阮的国王袂当受死的，阮的国王袂当受人掠去的。阮的国王是要建立国家的。所以耶稣伫即个时阵，伊就活过来，伊就对彼得讲安那。撒旦退我后壁去吧。迄个意思就是讲安那，你若讲遮个话，你就是安那，你就是无明白上帝的意思，你就是互魔鬼入了你的心。所以魔鬼就是想要安那，想要互人得到即个世界所要追求的荣耀。所以耶稣就是咧讲安那，讲你即款的想法，就是互魔鬼入了你的心。但是安那。这是第1摆，第2摆呢？伫马太福音17章，犹原是咱顶个月的讲道当中，咱顶个月讲道的经文拄好伫这进前，咱讲到21节，第22节开始呢，就是耶稣伫当中来教导门徒讲，因爱有信心，亲像挂菜籽。就伫即款的有伫即款的教导了后呢，伊就马上就来对门徒来讲，因还阁踮伫加利利的时阵，耶稣对门徒讲：人主要受人交伫人的手中，因要杀死伊，第3日伊要过活。伫即个时阵是因耶稣第2摆对门徒来有讲：哦对，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死，我要互人掠去。伫即个时阵，门徒的反应。因无搁再去甲耶稣扭调的，伊无搁再去劝耶稣，但是咱会当看到讲，门徒的心情，因大大忧愁，这是第2摆。所以当即前2摆，耶稣对门徒讲遮个话的时阵，耶稣的门徒的反应，拢是感觉安那袂当接受，为什么咱的主？为什么？咱军队这位耶稣，伊遮尔有能力，伊遮尔有地位，伊讲的
讲的有遮尔，伊的教导有遮尔侪个人咧听，遮尔侪个人来跟随伊。为什么即款的耶稣，即款的救主，为什么咱的主需要去受死呢？这是借着人的智慧，因无法度了解的代志。借着人的智慧，咱无法度了解讲，为什么耶稣要成就伊的救恩，一定爱借着死来成就。这是因想袂到的代志。所以当第三摆耶稣搁一摆来有过的时阵，第三摆的时阵，门徒的反应搁较互人感觉想袂到。因讲迄个时阵，西比泰的囝的母亲，就是西比泰因某，就是带着因两个囝，就进前来拜耶稣，来求伊一件代志。耶稣讲：你爱啥物呢？因讲安那，愿你叫我即两个囝伫你的国内面，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哦，因即个时阵讲遮个话是啥物意思？即个时阵讲遮个话，其实因的意思就是，因到第三摆，因还阁毋知影耶稣讲伊要受死是啥物意思。因拢一直想讲，耶稣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当耶稣讲伊要受死的时阵，伊就想讲安尼已经得要无时间啦。伊就想讲安尼，伊得要无时间啦。我若是想要爱即个位置，我爱较早讲的。我若是想要即个位置，我应该爱较早讲的。伊就紧来找耶稣，找耶稣讲，我想要伫你的面前，伫你的正边、你的倒边有两个位置，赐予阮两个囝。伫马太福音当中是讲到即个母亲来求耶稣，但是伫其他福音书当中是讲到即两个门徒亲自来找耶稣来讲。无论是安那，但是就是安那。就是即两个门徒的心思，其实就是安尼。因想要伫耶稣的正边甲倒边有位置，这是啥物意思呢？若是耶稣真正真做一个王，真正真做一国家当中即个上悬的位置，安尼坐伫耶稣的正边甲倒边，即两个位置就是安那。除了耶稣以外，伫即个国家上大的，就亲像即个咱。中国古早吼，就是咱的皇帝叫做安那，叫做万岁嘛。皇帝咱拢叫做万岁，安那咱伫身边的大臣就叫做安那，就叫做千岁。所以就是安那。但是呢，伫即个明朝吼，明朝当中就有一个奸臣叫做魏忠贤，伊就特别讲安那，讲伊是高清惠啦。高清惠，伊的意思就是咧讲。伊除了皇帝以外，伊比所有的人搁较大。这个门徒咧追求的，就是即个位置。追求讲，除了耶稣以外，我会当伫即个国家当中，真做上权威的迄一位。迄就是门徒伫即个时阵，因咧追求的荣耀。真明显，咱会当看到门徒期待讲，耶稣真做一个荣耀得胜的王。所以因敢若想要讲，等耶稣伊会当来推翻即个罗马政府以后，因家己就会当成做一个开国功臣。所以因的心就无法度接受讲，耶稣要用受死的方式来成就伊弥赛亚的工作。因无法度接受耶稣要用受死的方式来成就伊弥赛亚的工作。这是因。耶稣甲门徒对同一件代志，其实因的看法是无共款的。所以耶稣就来回答这两个门徒讲：恁毋知影所求的是啥物？我将要恁的杯，恁会当啉吗？耶稣讲这件代志，耶稣讲的，我将要啉的杯，甲门徒所讲的，门徒讲，阮会当啉。因所讲的杯是共款的吗？其实可能无共款。即句话，就互我想着讲，有一个图，我甲各位来分享。有一个图吼，叫做安那，就遮有三杯的即个水嘛，遮有三杯的水啊。有一种讲法就是安那，若是乐观的人，
伫乐观的人就看着讲哦，即杯水安那，啊，搁有半杯水，哦，就感觉哦，真欢喜，啊，搁有半杯。啊，若是真悲观的人，就感觉安那，感觉哦，即杯水敢若剩半杯尔。共款的一件代志，哦，但是有无共款的想法。啊，就伫网络顶面，就有人讲安那，讲若是台湾人看到即杯水，会感觉安那，会感觉哦，即杯水咧摇啦，哈，这啥物意思？就是台湾一直拢有地动啦，啊，就看到即杯水，就感觉哦，即杯水咧摇啦，嘿，进前几工阁有地动吼，所以大家拢有收到即个情报，会感觉讲哦对，其实真侪人无共款的人对共款的代志，其实有无共款的想法。咱若用这三杯水，咱来思考，耶稣看到即杯，伊所要啉的即杯，耶稣讲的是安那？我将要受苦，我就要受钉伫十字架顶，我就要交伫人的手中，我要受真济苦楚。这是耶稣所讲的。但是门徒看到即个杯无共款。耶稣讲我要啉即个杯的时阵，门徒想到的杯是安那？门徒想到的杯是一个胜利的美酒，感觉讲哦，若是耶稣真正建立一个国家了后，咱会当伫庆功宴顶面会当啉即个杯，会感觉哦，这真好啉，因为安那？因为咱得到一个胜利的滋味，这是门徒所想到的。所以咱爱来思考，安尼对咱来讲，咱看到即个杯是啥物？咱看到即个杯是啥物？为什么耶稣讲，我所要啉的杯，恁会当啉吗？我所要啉的杯，恁会当啉吗？门徒讲，阮会当，但是咱爱来思考，咱敢会当？咱敢真正会当亲像耶稣共款？咱知影耶稣要啉的杯是啥物？耶稣的路刷落来，伊就继续来对门徒讲：我所要啉的杯，恁的确爱啉。恁的确爱啉，无毋对，恁的确爱啉，但是毋是你所想的迄款。我所要啉的杯是安那？是我要受苦，所以这是我要经历的代志。恁的确爱啉，就是恁以后嘛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受苦，你一定爱受到甲我同款的苦难。这就是咧指着讲，遮个门徒其实伫未来。当耶稣搁往上天了后，因开始建立教会，伊开始伫世界逐角落传福音的时阵，遮个门徒有缘伫遮个所在当中受到真济苦楚。耶稣所讲的无毋对，所以耶稣讲：我所要啉的杯，恁的确爱啉，只是毋是恁期待安尼，毋是恁期待安尼。因所期待的代志是坐伫耶稣的正边甲倒边，但是这毋是。耶稣即个杯的意思，耶稣要互因啉迄个杯，是指着讲门徒要经历甲耶稣做伙受苦的过程。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代志，要成做一个真正的门徒。但毋是咧期待讲要得到迄个真大的即个荣耀，是即个世界的荣耀，互人看到讲，哦，你爬到遮尔悬的位置，你真正足厉害。这毋是门徒所要追求的荣耀。耶稣伫遮教导门徒的是讲，咱安那一定爱受苦。门徒的荣耀是爱受苦，门徒的荣耀是爱效法耶稣的模范。就亲像咱他拄仔的诗歌当中所讲的，我相信。耶稣伊愿意写了伊家己，为着是要来服侍人，为要来拯救世间人。这才是真正门徒的荣耀。所以伫即个时阵，咱着看到讲，除了迄两个门徒，就是雅各甲约翰，除了迄两个门徒以外，遐10个门徒听见因这两个门徒咧甲耶稣讨即个位置的时阵，因着安那？因着生气，为什么因生气？因生气代表讲安那？代表讲其实因嘛想要争即个位置，但是安那？但是因还袂讲出来。即个彼得甲约翰因着先讲出来啊，所以因着生气。
感觉讲，这是12个门徒，咱应该爱平分的啊。咱是拢军队耶稣，咱是爱同款的位置，咱应该爱平分的。为什么安那？为什么恁会当大声来求耶稣这件代志？所以因就真生气。这代表其实这10个门徒甲迄2个门徒其实是同款的，只是因心内面的话还未讲出来尔。因其实是同款的想法，因嘛想要得到伫即个国家当中得到真悬的位置。这是门徒因人性的即个表现，伊就是因为因的个性、因的想法，因就是要想讲，阮军队耶稣遮尔久，阮军队耶稣阁受到遮尔济苦楚，阮安尼忍辱负重，为着是要安那？为着毋就是将来会当功成名就嘛？所以因军队耶稣遮尔久，就是想到我对耶稣绝对是想讲，对耶稣未来有出路。我对耶稣绝对是未来我会当得到真大的奖赏、真大的位置。因就是要想即件代志，但是因还未讲出来。迄彼得甲约翰因就大声讲出来。所以即个时阵，耶稣就来对因讲：恁知影外邦人？耶稣伫即个时阵，伊阁特别讲安那，甲因叫来，甲所有的人组织做伙。耶稣讲：恁知影外邦人？咱爱注意耶稣所讲的即句话：恁知影外邦人？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来治理因，有遮个大臣来操权来去管辖因。即个意思就是安那，恁的想法甲遐个外邦人同款。恁即摆的想法甲遐个外邦人同款。恁应该爱追求的是军队我来受苦，为着是要安那？为着是要成就伫属天的荣耀。但是恁即摆所咧追求的是属世界的荣耀，是甲外邦人同款的。外邦人就是想要安那？想要有一个君王，想要有大臣，想要有人坐伫悬的位置当中来治理，想要有人坐伫悬的位置当中，为着是要安那？来管理这规个国家。为什么外邦人要追求这？因为人想要爬到一个悬的位置。当一个国家当中有一个人会当坐伫万人之上，伊就讲安那对，安尼即个国家所有的人就是咧追求即个位置。这是外邦人的想法。但是咱真做耶稣的门徒，咱听了耶稣遮尔济教导，看见耶稣遮尔济摆伫众人当中服侍，咱应该爱认出一件代志：耶稣的教导是甲世界的价值观是有分别的。耶稣的教导甲外邦人是无共款的。咱伫早前，咱捌讲过，伫即个天国百福的即个讲道当中，咱捌讲过，天国的价值观是甲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无共款。所以，咱真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咱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所要追求的，毋是属世界的荣耀，咱所要追求的，应该是属天的奖赏。所以，耶稣搁一摆教导门徒讲，世界的荣耀是要爬到伫即个官位，但是因所要想的代志，就是要命令人来服侍家己，命令人来做我的仆人。但是耶稣讲，恁真做门徒，恁爱安那？恁爱真做正人的仆人，恁爱真做正人的仆人。所以耶稣讲，只是伫恁的中间，毋通安尼，毋通安尼。恁毋通甲外邦人共款，恁毋通甲即个世界共款。恁的价值观爱有改变。伫恁当中，什么人愿意做大，就要做安那恁的用人；什么人愿意为首，就要做恁的仆人。即个意思就是，伫天国的价值观当中，伫什么人是徛伫首领的位置，什么人是徛伫国王的位置。即个国王
是为着要服侍人民的，这国王是为着要来帮助这人民过了更较好的生活，这才是国王的位置，国王的荣耀。伫天国价值观当中，国王毋是为着要叫人来服侍伊，颠倒变。伫天国的价值观当中，国王是为着要用伊的权柄、用伊的能力来服侍这人民。所以耶稣就伫遮甲门徒上了一课，伊就讲：恁毋通追求甲外邦人共款，恁爱追求的是安那？是属天国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是一个金字塔吼，就是一个阶级制度。就是讲，人就是要爬到伫即个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天国价值观是倒并，即个金字塔是倒并的。恁若是愿意为首，你着爱做正人的仆人，恁着爱先来服侍人，恁着爱先来帮助人。其实伫即个世界当中，咱拢是安尼，咱都价值观就是一直咧追求讲，我要安那，我要升迁呐。我要升官，我就是要爬到一个较悬的位置。我较想讲，哦，我会当趁搁较侪钱，我的下面有搁较侪手下，我会当叫伊做啥物、做迄做这。但是天国的价值观是，当你爬到即个位置的时阵，你真倒爱谦卑，你真倒爱诚做正人的仆人，你真倒爱诚做正人的祝福去帮助人。我伫圣经当中举一个例，甲各位来分享。这个例呢，是一个反例，这个意思就是讲安那，伫民数记当中讲到，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因伫旷野当中的时阵，拄到这件代志，就是这个可拉党。就是这个可拉呢，伊原本是一个利未人，但是呢，伊伫当中伊。诚做一个利未人，伊原本是伫圣殿当中咧服侍的人，但是伊无爱干那做安尼尔，伊想要安那，伊想要得到更较悬的位置，所以伊就组织一寡人，伊就要受称作是即个可拉党，伊就组织一寡人，啊，就来找摩西甲阿伦，伊就讲安那，讲你们擅自专权呐，为虾米恁会当安那？为虾米干那恁两个会当做主呢？为虾米干那恁两个人会当做以色列人的首领呢？咱上帝拯救咱所有的以色列人，咱每一个人毋是拢共款吗？伊就讲安那，全会中逐个人拢是圣洁，既然拢是圣洁，耶和华嘛伫因的中间，为虾米恁自高呢？意思就是讲，为虾米恁干那恁两个人会当做阮的首领？阮每一个人毋是拢共款吗？表面上看起来，因是咧追求即个平等，感觉讲哦公平啦，所有的人拢共款。但是其实真正是安尼吗？摩西听了即句话了，伊就拍伫涂骹，伊就对可拉甲因一党的遮个人，就对因讲安那，到了早时的时阵，耶和华的确要指示啥物人是属伊的。啥物人是圣洁，就叫啥物人亲近伊。伊所竞选的是啥物人，就要的确爱叫迄个人亲近伊。耶稣伫摩西伫当中讲这个话，伊的意思就是安那，讲我的位置，我诚做恁的首领，是上帝亲自来竞选，是耶和华上帝亲自竞选，毋是啥物人叫我做主。毋是啥物人叫我做因的首领，无是上帝亲自竞选伊，上帝赐予伊有即个权柄，上帝赐予伊有即个位置。但是这个可拉因一党的人有250个人，因无法度接受，因为安那，因嘛想要即个位置，因嘛想要即个位置，所以因就无想讲哦，为虾米干那摩西会当做主，我嘛想要做首领。为虾米袂当？所以伫即个事件的落尾，就是安那，就是隔工，摩西搁一摆甲因组织做伙的时阵，摩西对因讲了一寡话了，讲了遮个话了呢，因就讲
因这徛的涂骹就安那，就离开，啊，就有离开有一个坑，啊，就所有的人拢落去涂骹下面，啊，佮有对天顶有火来，就甲伊烧去。伫即当中，互咱看到一件代志，伫即个可拉党因的叛变的即个事件当中，咱会当来思考，因表面上因所要争的是安那，是平等，是每一个人拢公平，拢共款。但是实际上，因是安那，因是想要比别人搁较厉害，因是想要做别人的主，因是想要做别人的首领，因是想要嘛会当来管理众人。所以实际上表面上因是咧争一个公平，但是实际上因是咧少年，伊是咧望讲有一个祭司的荣耀甲权威，伊是笑想讲哦，我嘛会当甲摩西共款，我嘛会当甲阿伦共款，我会当伫当中做众人的管理者，我会当叫人做这做迄。所以因的心态是用人做中心，因的心态是人做中心，因着无法度去接受讲上帝竞选甲设立，上帝竞选摩西成做因的首领，上帝竞选阿伦成做大祭司，因无法度接受这，因敢若想讲人爱共款，所以因的心态就是骄傲，就是怨妒。因想讲哦，为什么敢若摩西甲阿伦会当？为什么我袂当？因无愿意顺探摩西，但是因却做袂到摩西伊的谦卑甲社己的态度。因做袂到摩西的谦卑甲伊愿意社己的态度。这是伊可拉党伫因的画面当中，因所显出来的态度，互人看到讲对。其实，伫上帝的价值观当中，伫天国的价值观当中，什么人愿意为首，就爱做正人的仆人，就亲像摩西嘛是安尼。伊成做以色列人的首领，伊毋是叫人来服侍伊，颠倒伊是安那，伊是成做正人的仆人，伊愿意去帮助人，伊愿意为以色列人来代求。当以色列人伫当旷野当中发怨言的时阵，伊愿意讲：我会当将恁的埋怨会当陈明到上帝面前，是为着安那？为着要求上帝来帮助这的以色列人。这是摩西伊成做一个首领的态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来思考，伫咱的画面当中，咱爱知影，咱所追求的荣耀是啥物货？咱所追求的荣耀是啥物货？真正门徒的荣耀，是爱甘心谦卑舍己，做仆人来侍奉。真正门徒的荣耀，是爱甘心谦卑，放下家己原本的位置，放下家己讲。我是一个比别人更较厉害、比别人更较权威的位置，我就是要来做正人的仆人，来服侍人，来帮助人。落尾，耶稣伫28节当中，耶稣就用伊家己做一个模范。耶稣讲：正亲像人子来，毋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济人的赎价。耶稣伫遮用伊家己来做即个模范，就是爱门徒去效法伊伫世上的服侍。耶稣来到伫世上，伊从来毋捌为家己做过一件代志。耶稣伫即个世上的服侍，拢是为着要服侍人，拢是为着要互人经历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我同在。这是耶稣基督伊伫即个世间的服侍。所以，伊爱门徒嘛，亲像耶稣基督共款，爱去服侍人，爱去舍命。这是耶稣爱门徒效法伊、学习伊共款做遮的代志。
这就亲像保罗伊伫腓立比书当中，伊嘛讲到，恁着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这个意思就是安那，效法耶稣基督的模范。恁的心爱甲耶稣共款。伊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伊无掠家己甲上帝同等。伊是颠倒安那，颠倒是谦卑伊家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做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伊就安那家己卑微，专心顺服上帝的引带，专心顺服上帝的计划，以直到死，并且死伫十字架顶。这是耶稣基督伊的模范。伊原本是上帝的位置，伊原本是徛伫上帝的位置，但是伊愿意成做一个正人的仆人，为的是要服侍人，为的是要帮助伫世间遮个有需要的人，为的是要互人伫当中得到一个永远的救恩，得到一个宝贵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耶稣伫即个世间门徒训练的方式。门徒训练的方式，耶稣伫世上训练遮个门徒，就是要安那用伊家己成做一个模范，去互人去训练门徒讲做伊所要做的代志。因为总有一天耶稣会离开因，伫迄个时阵，遮个门徒爱将耶稣的服侍继续接续落去，继续将福音来传出去。这是耶稣门徒的训练。这是耶稣引带伊的门徒爱学习的代志。今仔日，咱犹原诚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犹原共款，甲遮个门徒共款。可能咱古早，咱以早，咱嘛是甲门徒共款，咱的想法是要爬到伫一个更较悬的位置，是为着要得到即个权柄，得到即个荣耀。但是耶稣讲，真正门徒的荣耀是为着要服侍人，是为着要帮助人。真正门徒的荣耀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范，去服侍众人，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去互人会当借着咱的服侍，会当经历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所以，咱会当安怎做？咱会当安怎做呢？耶稣伫马太福音25章40节，伫章当中，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讲，伊就落尾，伊就讲到，王要回答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代志，恁既然做伫我兄弟当中一个上细汉的一个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咱会当安怎做？耶稣讲。其实，咱会当做的方法，咱会当做的代志真简单，就是去帮助伫咱当中上细汉的，伫咱当中上软弱的，伫咱当中上无气力的。但是，咱会当去帮助伊，互伊定心得到气力，互因得到上帝的恩典，互伊得到上帝的听，得到上帝的引带。这就是咱所要做的。耶稣讲。迄就是做伫伊的身上啊，迄就是做伫伊的身上啊。各位亲爱的兄弟，咱会当做啥物？咱会当做啥物呢？伫教会当中，虽然教会毋是一个慈善机构，但是教会犹原会当伫即个世间来去帮助伫即个世界当中真正真侪有需要的人。伫接落来要来即个礼拜六，咱学青团契有邀请校园团契即个嘉瑜传道，伊要伫当中来甲遮个青年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无共角度看世界。无共角度看世界，为虾米呢？因为咱拢是踮伫共一个世界，但是咱却是过着一个完全无共款的生活。为虾米？踮伫共一个世界，会有人过着完全无共款的生活呢？
咱要伫当中对基督徒的角度，咱来思考送向战争啊个社会的议题。咱毋望会当伫当中来思考教会会当伫即个世界当中会当有啥物款咱会当做的代志。校园团契为虾米咱会特别邀请伊？是因为咱进前有看到讲校园团契因捌带着遮个学生，伊伫亲身去体验讲去帮助遮个送向的人，伊就去送餐互遮个街友，啊，就是去帮助伫即个世界当中有需要的人。有一寡教会特别重视讲关怀弱势，就是特别讲哦，我想要去帮助遐个伫即个世界当中，其实安那，其实有一寡人生活是过了真无好，过了真欠缺。但是教会若是伫当中，教会有即个资源，教会有遮个上帝恩典会当分享出去，咱就会当来做。所以咱就看到，其实伫这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因互每一个教会拢有即个叫做基督徒八要。咱原本咱可能伫平常大部分的教会咧讲到基督徒生活拢是咧讲到差不多基督徒5要6要，但是安那因特别讲到有即个基督徒八要。八要呢，咱会当看到有2项代志，就是上正面的即2项。这6项拢是安那，拢是大部分拢是伫教会当中咧做的代志，就是安那敬拜上帝啊、读圣经啊、祈祷啊、聚会啦，啊个奉献，个传福音、引带人入捌主，这拢是大部分的教会拢会做的代志。但是即2项安那，即2项是伫教会外口要做的代志，是基督徒爱伫教会外、伫礼拜堂以外爱做的代志，就是安那服务社会，佮维护遮个生态。服务社会，维护生态。这意思就是安那，意思就是讲，看到即个社会当中有啥物款的需要，看到即个社会当中有啥物款教会会当做，教会会当帮助的，咱就爱尽力去做。啊，毋过是安尼，服务社会是对人的，啊，佮有安那对世界环境的，就是爱维护咱的环境，维护咱的生态。这是长老教会伫当中所强调的代志。这嘛，互咱知影，咱诚做正人的仆人。耶稣讲，门徒爱诚做正人的仆人。正人的仆人的意思，就是爱去服侍人，爱去帮助人，爱去互人对咱的服侍当中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伫咱教会当中，咱感谢主，咱教会伫咱的社区当中有真侪兄弟姊妹，诚做志工，会当伫当中来服侍，来帮助遮社区当中的年长者。咱真感谢主，咱嘛看到咱教会当中会当有开拓教会，会当开始伫南区当中，嘛是会当借着咱所办的活动，会当去帮助着遐个所在的居民。咱看到对这几年来，伫咱教会伫圣诞节的时阵嘛，拢来举办即个洗手爱无限。洗手爱无限的目的嘛，是为着要帮助遮个弱势家庭。一开始是来帮助遮个中低收入户，到伫旧年咱帮助遮个单亲家庭，咱拢是同款的意思，就是要帮助伫即个世界当中有需要的人。伫即个世界当中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耶稣伫当时耶稣的迄个时阵，伊特别指责讲，迄个时阵的法利赛人甲文士讲因安那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为什么耶稣特别讲因是假冒为善呢？因为耶稣指责因的原因是因为因拢徛伫一个真悬的位置。但是因却无去帮助遐个送向的人，因却无去帮助遐个有需要的人，这才是假冒为善真正的耶稣要指责的意思。因徛伫宗教当中真悬的位置，但是因无愿意
去帮助遐个有需要的人。因敢若想要安那，想要伫教堂当中收奉献，但是因无想讲，因要将因的奉献来去帮助迄个送香的人。这是耶稣指责这个法利赛人的意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思考，咱会当做啥物？咱会当做啥物？最后，我要甲各位来分享一个人。这个人，我相信真侪人拢捌。这个人是德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伊伫印度当中，伊愿意献上伊的一生，伫印度迄个所在，帮助真侪真送香的人，帮助真侪伫因活命当中真软弱的人。伫当中，我揭露出伊一寡较有名的遮个伊所讲的话。第一，伊所讲的话，伊讲安那，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做伟大的代志，但是咱会当用疼心来做真侪小项的代志。咱无一定拢做伟大的代志，但是咱会当做遮个小代志，是借着咱的疼心，会当去帮助真侪有需要的人。第二句话，伊讲到为人，为遮个人来付出。毋是因为伊的身份，也是因为伊会当得到啥物款的回报，是因为安那？是因为我就是迄款的人，是因为我就是迄种人。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我去帮助即个人，我去服侍即个人，毋是因为讲我若服侍伊，我就会当对即个人得到啥物款的回报，对到啥物款的奖赏，毋是安尼，是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会去服侍人的人，这是伊即句的意思。我原本就是即款人，即款会当去服侍人的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诚做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就是爱诚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咱就是爱诚做一个服侍人的人。第三句话，有人讲这毋是伊讲的，但是这嘛是一个即句话嘛，真正是对伊的话语对伊所讲的话当中整理出来的即句话。伊讲，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你大心爱做的代志，就是安那，转去厝邻，去疼你厝邻的人。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你首先爱做的，就是转去你的厝邻，疼你厝邻的人。我捌听过一个牧师，伊讲了即句话，伊讲：咱会当怎样学习？咱会当怎样学习别人的侍奉呢？咱会当怎样学习别人的侍奉呢？学习别人的侍奉，上好的场所就是伫家己的厝内面。学习别人的侍奉，上好的场所就是伫家己的厝内面。为什么啊？因为安那？因为伫教会当中。其实咱伫教会当中自己干那短几点钟尔，咱真容易会当安那，会当假啦，会当装出来，会当假讲哦，我是一个真敬虔的人，我是一个真有疼心的人，我是一个真愿意去服侍人的人。这是伫教会当中咱会当做的，但是安那有可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伫厝内面甲厝内面的人做伙。较真正会当显出讲，咱的内心是骄傲，也是谦卑，是干那会当做一个样式尔，也是咱真正会当甘心顺服上帝之意，甘心顺服耶稣的教导。咱袂当讲哦，咱就是安那，咱伫厝内面就是讲哦，我也圣经讲安那，圣经讲。丈夫就是妻子的头，所以安那我就是爱命令哦。丈夫伫即个规个家庭当中做主，所以我就是爱命令厝内面的人拢爱听我的，毋是安尼。颠倒是安那，啥物人愿意为首，才爱做正人的仆人。所以，若是丈夫真做一个家庭当中的头，特别安那，特别爱真做规个家庭的仆人。爱真做一个服侍规个家庭的人，这就是遮耶稣所讲的意思。
伫教会当中嘛是共款，咱袂当摕即句话来讲，讲安那好，以后我来教会吼，我就是安那叫遐个牧师啦、执事啦、小组长来服侍我啦。所以因为安那，因为受伊就是爱做我的仆人嘛，毋是安尼。特别是安那，我家己，咱家己爱特别爱来先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先学习来做正人的仆人，帮助人，看到人有需要，毋是干那伫礼拜堂当中尔，转去到伫咱的厝里，咱特别爱来学习，甲厝里人做伙，特别咱会当来显出咱的内心真正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学习成做耶稣真正的门徒，对改变家己的态度开始。咱所追求的是更较悬的位置吗？还是咱所追求的其实是会当去服侍人、去帮助人、去引带人明白耶稣基督的疼，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咱当心会当来学习，当心会当来跟对耶稣所做的代志。愿上帝亲自引带带领，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上帝的恩典当中，会当心努力对主来行，当心努力伫即个世界当中，成做服侍正人的教会。咱同齐做伙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的疼，因为你的带领，你互世间人会当伫当中得到即个宝贵的救恩。但是主，你犹原呼召教会，呼召伫即个世界当中属你的门徒，伫即个世界当中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就是要来服侍人，要来帮助人。主啊，求你引带安乐圣教会，引带即个属伫你的名的教会，引带即个奉你的名来设立的教会，会当即个世界当中，成做正人的仆人，成做服侍正人的教会，成做伫即个世界当中，会当帮助人、引带人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经历上帝你完全疼的教会。主啊，这毋是靠着阮家己会当做的，乃是上帝你的疼，乃是上帝你的恩典，乃是上帝你的呼召。是因为阮先对你得到真侪恩典，所以阮较会当有能力，会当来做上帝你呼召阮爱做的代志。主啊，求你引带，求你带领，求你特别祝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互阮当心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对你来行，学习耶稣基督的模范，做正人的仆人。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恩典，因带咱借着伊的话语互阮会当，互咱会当搁一摆来。思考咱怎样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下面时间，咱要同心做伙来奉献。今仔日伫咱当中有新来的兄弟无？无。好，咱甲咱新来的兄弟，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做伙敬拜上帝。好，愿上帝引带咱、带领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伫教会当中学习，彼此来服侍，做正人的仆人。下面时间，咱同心要来奉献，奉献就是咱对上帝疼的即个回应，咱对上帝恩典的即个回应。咱既然已经对上帝得到济的恩典，济上帝对咱的疼，咱就爱将即个疼分享出去，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帮助真侪人，成做正人的祝福。愿上帝赐福，引带使用咱的奉献，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咱同齐起立，咱同齐用诗歌
来回应咱的上帝，来感谢咱的上帝，献上咱的敬拜，献上咱的奉献。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起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惜叫温柔的同在来看成，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至伊相随，我要一生跟随伊。心可伊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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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是阿爸爸。看我做宝贝，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的上帝用伊信息的稳定来坚固你的信心，互你伫生活当中会当持守天国的真理，伫福世顶面成做正人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洁净更新你的活命。互你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的模范，伫生活当中谦卑甲主同行，甘心乐意服侍上帝，服侍正人。愿世人智慧较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圣经真理的价值观，互你伫一切事当中、一切代志顶面追求认捌上帝，讨上帝欢喜，活出基督门徒的美好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